可以即時止水嘅修補膠，有咗佢就唔再驚落大雨窗邊滲水。落台牌風水師專為有水環境保留而設，我哋用呢個膠筒示範漏水情況，可以見到喺裂縫位置不停湧出清水。我哋就喺度擠出適量嘅風水絲，填補裂縫位置。有需要嘅話，用手抹平佢就得。擠好之後會見到佢即時止水，唔使等啲膠慢慢乾，漏水位置即刻變返滴水不漏，唔使再用額外工具，徒手一擠已經解決。超透明配方用完唔驚影響外觀，乾咗之後啲膠會變硬，唔會令到修補位置黐立立。除此之外，佢個黏合力仲好勁，就算喺水入面一樣可以將物件黐實。擠落個掛鈎度，出力拉都好安全。如果你窗邊落大雨就會滲水，又或者馬桶、浴瓶、星盆有漏水問題，用風水絲一擠就搞掂。